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藍骨子故事頻道。今日繼續都會係講阿公講鬼咒墓入面嘅另外一個故事嘅。嗱，上一個故事咧就完咗啦。喺彩虹村嘅一間荒廢學校入面咧，揾到一個木箱，而木箱入面咧係有個人頭嘅。亦因為呢件事咧，我同阿公就留咗喺彩虹村，繼續調查下到底發生緊乜事。嗱，村入面咧有好多老字號嘅商店嘅，例如有酒家啦，有一間上海理髮店啦，有啲士多啦。如果你係住喺村外面嘅居民咧，一定知道我講緊邊一間嘅。亦因為我哋喺彩虹村調查嘅關係啦，了解咗好多呢一個村嘅歷史，亦都認識咗呢個士多店嘅老闆。嗱，書入面咧有另外一個故事咧，係關於士多店老闆嘅。咁呢個故事咧就非常之催淚嘅，有好多讀者咧都 send 翻個讀後感翻嚟，話哇好感動啊呢個故事。嗱，咁呢度賣個關子先，你哋想知咧就買書睇啦。咁呢個士多店老闆咧，佢都係彩虹村嘅居民嚟噶。咁阿公幫完佢之後咧，就喺佢屋企離開啦。喺呢個時候啊，就見到一個孭住書包嘅男仔企咗喺走廊嗰度。呢個男仔就叫阿希，士多店嘅老闆啦，就問佢：阿希啊，你又俾爸爸趕出嚟啊？個男仔就好怕醜，點一點頭。老細見到阿希嘅手腳咧都受晒傷嘅，知道佢可能係俾爸爸打，佢就同佢講話：啊，不如你入嚟坐下啦，我俾啲嘢你飲啊，我幫你搽下藥膏啦，好冇？就係咁，阿希咧就去咗士多店老闆嘅屋企入面啦。咁我同阿公咁八卦，就梗係想知道發生咩事，於是咧就一齊入翻去士多店老闆嘅屋企入面啦。阿希見到阿公咧，就問佢：叔叔啊，頭先我聽到你哋講嘢啊，你係道士嚟噶？阿公就點一點頭，係啊，我係道士嚟噶。咁你可唔可以幫我驅走屋企嗰隻鬼啊？阿公咧就好奇問佢：乜你屋企有鬼咩？有啊，我爸爸。我聽到之後咧，就反應好大。哇！你爸爸已經過咗身，咁你身上面嘅傷痕係點得嚟嘅咧？阿希咧就解釋：我爸爸咧就俾妖怪附身，喺某啲日子咧就會變到好似另外一個人咁，會發狂咁樣打人噶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阿希嘅爸爸咧就出現咗啦。佢衝咗入屋，一手將阿希咧就拉咗起身。我叫咗你唔好同陌生人傾偈噶啦，會俾拐子佬拐走噶嘛。阿公就望住阿希嘅爸爸，但係奇怪嘅係佢感覺唔到佢體內有靈體附身喎。當阿希走咗之後，先至發現原來佢個書包留咗喺士多店老闆嘅屋企。咁為咗尋找更加多嘅線索，我咧就提議不如將個書包打開去睇下入面有啲乜啦。但係老闆就話：你貿然打開人哋嘅書包唔係咁好喎。我就答佢啦，喂，你睇下佢個老豆幾惡啊，種嘢佢啊用乜嘢俾人打啊？再加上我身邊嗰位阿公啊，一定唔會袖手旁觀啊。咁唯一嘅方法就係打開呢個書包，睇下仲有乜嘢線索啦。再加上你睇下，成個書包啊都黐滿晒啲濕嘅泥濘啊。我作為一個懸疑恐怖嘅小說作家，就知道一定係有古怪噶啦。話唔定啦，書包入面又有個人頭噶啦。見到我咁樣講，老細都唔堅持落去啦，就俾我打開個書包睇下啦。結果打開個書包一睇，人頭就冇啦。不過就揾到一本阿希親手寫嘅日記。喺呢度咧都要特別講下噶，關於阿希嗰本日記咧，係會有一啲特別嘅排版噶，咁都係多得我哋嘅 designer 團啦，非常之用心啊吓，整到好似真係一本小朋友嘅筆記咁樣嘅。咁喺 Facebook 喺 IG 我都讚過一次啦，咁唔爭在喺 YouTube 讚埋佢啦咁樣。跟住落嚟會講下喺日記入面嘅內容噶，大家又睇下可唔可以估到點解阿希嘅爸爸會喺某啲日子變成妖怪啦？俾個 tips 大家可以留意下個日期嘅，而且係香港人啦，應該都會察覺到係邊幾日出現問題嘅。4月13號嘅星期一，我帶咗爸爸尋日送俾我嘅新玩具返學，同學們都非常之羨慕我。喺食早餐嘅時候啦，我發現爸爸嘅手指貼咗塊藥水膠布，我問佢有冇事，爸爸就話男子漢唔怕痛唔怕受傷嘅。
我長大之後都要做一個男子漢啊。4月14號星期二，爸爸收工之後買咗一個蛋糕返屋企，係我最喜歡食嘅芒果蛋糕啊！我滿心歡喜，以為晚飯之後就可以食，但係爸爸一直都冇拎出嚟，我又唔夠膽問佢，亦都唔夠膽打開個雪櫃睇。去到瞓覺嘅時間，爸爸突然間話公司有急事要出去一下，而我發現雪櫃入面個蛋糕唔見咗。4月15號星期三，今日嘅晚飯食蒸魚，我唔小心俾魚骨整到個喉嚨，好痛啊！爸爸好緊張，即刻將成條魚就收起。佢成晚都喺客廳嗰度聽收音機，就好似一個特工接收緊秘密情報一樣。4月16號星期四，尋晚嘅半夜發生咗一件好恐怖嘅事。我瞓到一半，因為想去廁所，所以醒咗。客廳傳嚟游水嘅聲音，但係我屋企又冇泳池，又冇浴缸，點解客廳會有人游水嘅呢？我好驚鬼啊，所以我唔夠膽行出去，只好打開少少房門，偷偷地裝出去。我見到爸爸企喺魚缸面前，將條金魚捉出嚟，塞入個口入面，好用力咁樣咀嚼。金魚嘅眼睛同埋內臟都喺嘴角嗰度噴射出嚟。爸爸仲一邊食一邊講：夠啦嘛，仲夠唔夠啊？夠唔夠啊？我驚到閂埋咗道房門，但係唔小心發出咗啲聲響啊！我聽到外面嘅咀嚼聲停咗，我立即跳上床，用張被冚過頭。我聽到爸爸嘅腳步聲，一步一步咁樣行到去睡房門前。阿希，爸爸係咪嚇親你啊？冇事噶。去到天光嘅時候，爸爸就出咗去啦。可能因為金魚嘅事啦，爸爸同媽媽鬧咗交。我仲聽到媽媽匿咗喺房入面喊咗好耐。4月17號星期五，媽媽煮咗我最中意食嘅可樂雞翼，我一口氣咧食咗4隻。聽日我仲想再食啊！今日嘅英文默書唔合格，因為我根本唔記得溫書。我拎住嗰張唔合格嘅默書紙，請爸爸幫我簽名。佢冇發我脾氣啊，佢淨係叫我下次記得溫書啦。4月18號星期六，數學功課非常之難做，好彩有爸爸教我咋。我終於學識咗背乘數表啦，我仲背到7呢個數字啊，7乘7 49，係最易記嘅。爸爸讚我好聰明，睇嚟佢今日心情好好，冇變成妖怪。差唔多去到晚飯時間，爸爸自己一個又出咗去，好夜先返。到佢返到嚟嘅時候，搞到成個地板都係鞋印。媽媽因為咁而清潔咗好耐好耐啊。4月19號星期日，本來約定今日去踩單車，但係爸爸突然間話有事去唔到，所以取消咗。下晝我冇幫手做家務啦，爸爸就好嬲，用衣架打我。打完我就要我拎住嗰個衣架去晾衫，然後佢又用另外一個衣架打我，我總共晾咗15件衫啊！去到夜晚，爸爸嘅心情好轉，帶我哋成家去食牛扒，但係佢食到一半，突然間又變成妖怪啦！佢見到我手臂上面俾衣架打出嚟嘅傷痕，就喊住同我道歉。然後仲拎起嗰把餐刀鋸自己隻手啊！好彩媽媽立即制止咗佢。4月20號星期一，班主任話要調位，我唔可以再同李子敏一齊坐啦。坐我後面嗰個同學成日都蝦我噶，今次慘啦！小息嘅時候，我聽到有同學話虎山上面呢有一個大手廟啊，我都好想一齊去探險，但係佢哋唔俾我跟住去。放學之後，我只好自己一個人上山。結果我蕩失路，我好驚啊！好彩最後爸爸喺山上面揾到我，佢好用力咁樣抱住我，一邊喊一邊叫我千祈唔好接近虎山。4月21號星期二，美勞堂嘅老師教大家畫彩虹，我諗到一個方法，我一隻手拎住7支唔同顏色嘅筆呢，一筆我就畫好一條彩虹噶啦。爸爸放工翻到屋企，買咗蛋糕，仲買咗好多新玩具。但係去到半夜，佢又全部都拎走晒。4月22號星期三，今日咧媽媽多咗個新手袋，我又多咗個新書包。但係爸爸隻左腳骨折，
佢話翻工嘅時候咧，唔小心喺樓梯碌咗落嚟，但係我留意到媽媽望住佢嘅眼神咧，好奇怪，好似知道爸爸隱瞞咗啲咩咁。日記就寫到呢一度啦。嗱，雖然阿希嗰本日記咧字數就唔多，但係為咗唔放過任何嘅蛛絲馬跡咧，我同阿公就不停睇，重複睇咗好多次。士多店嘅老闆就控埋嚟話啦：你兩個睇本日記都睇到咁入神，到底睇到有啲乜嘢線索啊？阿公就話呢本日記多次提到陳先生一時變怪獸，一時又好錫屋企人，個情緒非常之唔穩定，所以導致夫妻關係不和。不過有一點好奇怪，如果真係有靈體附身嘅話，為咗達到目的，靈體往往會諗辦法去佔據宿主嘅理智，絕對唔會好似陳先生咁樣間歇性附體啊！再者，頭先我近距離接觸之後，再加上頭先經過我近距離嘅接觸，我完全感覺唔到佢身上有靈體嘅存在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輪到我出場啦。我清一清喉嚨，做一做托眼鏡嘅手勢，然後話一切嘅謎底都已經解開啦。大家留意下寫日記嘅日期。阿希嘅爸爸啦，每次變妖怪都係星期三同星期日，再加上阿希星期三嘅日記寫到爸爸好似特工一樣聽收音機，但其實啦，佢唔係收緊啲咩特別情報，佢只係聽緊嗰一晚嘅賽馬啫。結論非常之簡單，佢根本就冇變成妖怪，亦都唔係俾鬼上身，而係佢每逢星期三同星期日就會賭馬賭輸錢，所以發脾氣發洩喺屋企人身上咯。士多店老闆聽到咧就恍然大悟，係阿希嘅日記都話爸爸又會買新玩具俾佢，又話買新手袋俾佢太太嘅。不過咧，老闆就皺一皺眉頭，覺得有啲唔妥。但係如果只係賭輸錢嘅話，點解陳先生要半夜走出去食金魚呢？係點解要食金魚呢？我一時諗唔到點樣辯駁，於是就話咁可能佢半夜肚餓啫。但係士多店老闆又話咪住先，仲有呢度寫全家人去食牛扒嗰晚，陳先生一見到阿希手上面嘅傷痕就喊住道歉，用刀割自己隻手。輸錢點會咁樣做啊？嗱，我咧就接受唔到我嘅推理竟然被點出破綻，於是我就繼續強詞奪理，決定用聲量去壓制對方。我知啦，陳先生一定係出軌，佢夜晚帶埋啲蛋糕帶埋啲玩具去揾另外一個女人，結果俾老婆發現，咁所以佢兩公婆咪成日鬧交咯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阿公氣定神閒，摸一摸佢嘅鬍鬚，我估計成件事都同大手廟有關。今集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等唔切，好想知道點解阿希嘅爸爸會突然間某啲日子又變怪獸，某啲日子咧就半夜會出咗去嘅話咧，記得買翻本阿公講鬼就冇啦。喺各大嘅書店已經上咗架噶啦。咁新片咧，我亦都會同大家揭曉下個答案嘅。希望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就幫我撳個 like 啦、留言啦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我係藍骨子，我哋下次見。